某就开，某伫暗时12点开门哦，规工，敢若咱的双十一，伊迄种双十一种的网络咧购物，但是因你爱去现场，像阮拄仔阮兜伫阮迄某吼，遐有美食啊、Westfield 啊，啊无足侪，就像咱安尼微风啦、搜狗啦，吼，也是即种的迄个，就是即种的某拢斗阵，迄足大的，恐怖到吼，迄伫高速公路10:5就开始塞车，伊12点才塞车。啊，阮兜家在免开车，阮就用行。阮敢要行迄吼，你也看足恐怖。啊，你就知影讲，即个节气对因来讲，偌迄落偌恐怖。好，透过咱遮，咱就知影讲，伫感恩节内底，有个人真重视，就是讲，咱用这伫圣诞节咱嘛会当感谢，但是咱圣诞节一般咱是拢较对外迄落。感恩节内底，我是安尼要用即个感恩节，咱来想咱教会伫即年咱所经历的，咱拄着啥。但是咱要了解的是，咱嘛是爱对圣经来迄落。咱今日透过100篇，前面100篇，咱全地就用摇花唱欢喜声，咱就学了。伫第3节讲，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的有饲的，也是伊草场的羊。所以咱是伊的创造，当上帝创造咱，伊是毋是上了解咱？咱来看伫创世纪第1篇。伊的创造，伫即个天地，你看伊的顺序是啥？第一天爱有光嘛，爱就分作有黑暗甲白日。第二天爱有空气嘛，就水甲迄落分开嘛。第3天就啥？做土地嘛，做土地，做植物嘛。有土地植物了，第4天就日月星辰嘛。你就会当讲好做用啥？第5天就做啥？动物。我是感觉咱这拢记遮一寡重要的，你做动物、通拖、空中的飞鸟、海内鱼，搁来咧，第6天做啥？咱嘛，你甲我啊，所以咱就创造这，互咱徛起。以往伊创造这爱中良园，当咱若无犯罪，你也知影迄种的情况是多么。咱毋免为了咱的生活，毋免为了咱的辛苦病痛，毋免为了咱对咱人会无不友谊，对咱。困着的人，对咱诽谤的人，咱拢毋免去担心这。但是因为上帝伊也真疼咱，使咱有自由意志，所以伫诗篇伫以赛亚45章，我周报第遍讲，以赛亚45章18节伊安怎讲？创造遮的天的耶和华，造成成全大地的上帝，伊创造建立大地，并互遮的。并毋是要互遮个地怎么样荒凉，伊毋是要遮个地趴远哦，伊要互咱来徛起。伊安尼讲，我就是耶和华，无别个神。所以咱是毋是了解伊创造咱，伊了解咱，伊入慢咱。所以第诗篇139篇13节，就是安尼讲：我的壮虎，我的肺腑就是我的壮虎是你所做，伫我的腹内，你用指引我。我要学了你，因为受造奇妙，通可畏。你的作为，这是我亲身知的。所以伫这139篇，你第1节你遐看，伊安怎讲？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你捌我坐落来哦，我爬起来，你拢知。过来咧，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所做的代志，你无一项毋知。我倒咧，我困咧，也是醒啊，你拢上济知。所以讲，我所行的代志，你拢清知哦。所以嘛，我讲的话啊，咱要讲的话啊，耶和华，你无一句毋知。你看哦，伊安怎讲？即款的财物甲奇妙，无通测度，你无法度去甲量，真悬，咱袂会到。所以咱要去倒相片，我会信。咱我倒去倒相片也好，我会信。咱要行去倒咧相片伊个面，后壁安怎讲？我若上天，所以你行到倒，我嘛伫遐。我若到海，落伫海中。伊讲落伫阴间啦，咱是讲，我若到阴间，你嘛伫遐。好啊，伊佫讲，我若天开清早的天开哦，展开大，咱天要光曝光，天开。
我飞到海极头，伫遐来徛起。主，你的手也要保护我，你的正手也要看我。后来咱也拄着啥物？圣经佫安怎讲？虽然黑暗面罩我，我看无光，拢看无我，但是上帝你看我，因为伊安怎讲？因为光对耶和华来讲呢是无效，耶和华袂受这个控制，所以当咱美伫别房，美伫倒，咱的艰苦，耶和华拢知影咱的受害，咱的困苦，伊拢知。所以伫遮咱就讲，上帝的创造甲业力，咱就知。所以伊知咱的辛苦，所以伫第一节就讲，咱就爱感谢耶和华，让保罗。所以我知影，我伫咧咱迄个意节时是咧讲，咱就爱感谢耶和华，有无？咱爱保罗耶和华。其实你也去看103篇，伊安怎讲？我的心啊，你爱感谢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呢，就爱学了伊的性命。我的心啊，毋通袂记得耶和华的恩惠，伊救赎咱的命，脱离死亡，用忍耐甲慈悲做咱的免流，互咱啊福到亲像少年。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伊安怎讲？耶和华安怎？伊有怜悯。有稳定，伊讲呐，无快快受气，佫无久长的责备，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伊安怎讲？天与地有偌呢悬，伊互咱的阻碍，对咱嘛是较大。当离西有偌远，伊互咱的过犯离开咱嘛是遐远。老爸怎样疼惜伊的囝，耶和华疼惜伊的人。嘛是安尼，所以后壁咧讲，论到人，咱的日子亲像草，兴旺亲像山年的花。经风呢一吹，原位都无解。所以咱人真诶真脆弱。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安怎？归伫敬畏伊的人哦，爱听爱敬畏伊的人，你要敬畏耶和华。伊的慈爱呢，就永永远远。伊的公义也要归伫伊的行行顺顺，就是遵照伊的约。照伊教示来行的人，所以咱就爱知影，咱爱伫上帝面前，佫安怎讲？上帝啊，你已经监察我，管捌我要所行的，你甲我讲，看我有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所以咱就知，对透过遮圣经的真重要的义务，就知影。伫诗篇136篇，恁着爱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本的好，伊的慈爱永远坚定。当咱有感谢，咱有凡事感谢，咱就会学了。因为你有当时啊，咱的感谢就是啥？因为你若无学了，你若无感谢，免哪好通学了，无才调学了。咱若去看诗篇伫后壁。144篇开始，伫诗篇，咱进前咧讲，就是讲头前遐有120几15是上家的诗，就是圣殿学了去忏悔去迄落。伫后壁你也看，你看伫台北伊后壁，甲后壁你伫144篇吼，你家己看，咱的和合本拢讲称颂，其实就是学了。因为咱有感谢，咱就学了。伫这时来讲啊。耶和华我的石盘，你着学了伊教示咱的手精正。吼，过来145篇伊安怎讲？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重你，我要永远学了你的名。我要日日学了你，也要永永远远学了你的名。第30讲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学了，伊的大无法度测度。第146节，你看拢伫开始哦。恁爱学了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爱学了遐。我一生爱学了耶和华，我要活着的时，我爱学了我的上帝。147，你爱学了耶和华，歌颂我的上帝为好为水，学了伊话是合意的。你搁看到148。
第一节，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对天顶学乐耶和华，伫原处学乐伊，伊伫正所在拢伫学乐伊，伊的诸军拢，遮个正天军啊，诸军就是讲，遮个众天军拢着爱学乐伊。第149节，你看，恁着爱学乐耶和华，用耶和华唱新歌，伫圣的八会中爱学乐伊。第150节，即段真诶是真话，你甲看伊的学乐内底有载句，伊安怎讲？150节，150篇，恁着爱学乐耶和华，伫上帝的哦，爱伫上帝的圣所学乐伊，伫安那显能力哦，会强冲对大自然来学乐伊。第二节，因为伊是大权能的作为爱学，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爱学乐伊，着按照伊美妙的权大来学乐伊。第三、第四、第五拢啥？咱用各种，遮拢讲着乐器吼，你看用号角学乐，弹琴瑟学乐，拍鼓跳舞来学乐。哦，若要甲即个学乐，安尼有12个吼，用丝弦乐器甲箫的声音来学乐，用大声的喇叭来学乐，用悬的声的钹来学乐。第6节上重要，你若有气息的，拢着爱学乐耶和华，恁爱学乐遐，就是讲你若有咧喘气的，拢着爱学乐耶和华。所以咱学乐耶和华，伊咧讲是遮济乐器，咱的学乐无一定，咱会当唱咱的歌，咱会当用祈祷，咱会当用感谢，咱会当用奉献，咱会当用做事工，吼，透过遮个学乐。所以呢，伊也真听咱，特别伫旧约，咱若看见以色列国灭亡，犹太国灭亡的时，上帝耶和华嘛耶和华上帝伊嘛赐了应允，对无？因为伊知影咱的软弱，所以讲，伊为着咱，伊看到咱，所以伊为咱，伊就讲有一个囡仔会为咱来出世，伊的名要称作奇妙、全能、无私，永远伫咧和平的人君。而且伫旧约，伫以赛亚内底，伊就讲啊足好。所以伫咱后礼拜，咱会期待大降节，咱有一个期待甲愿望，就是这咱是咧搁安怎愿望后主再来吼，咱咧，所以咱爱诚做讲，上帝听咱，因为伊担当咱的陪咱的苦头，互咱得到平安。因为伊受逼迫，咱得到以后。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伊要透过伊的降生，所以伫感恩节伫美国开始咯，伊的感恩节甲圣诞节，这是一个完整的节期。伫第一主日、第二主日、第三主日到第四甲圣诞节，耶稣降生，伊降生安怎？要承担咱的罪过，因为咱人亲像羊行迷路，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咱所爱的好，咱无法度做；咱所无爱的歹，咱倒去做。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咱搁一遍反悔，来到主的面，因为罪会结合咱甲上帝的关系。当咱甲这会当伫上帝来面前认罪悔改时，上帝恩就临在。所以，伫就无我有写吼，伫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话咱讲。咱着爱常常喜乐，因为这也伫保罗来讲，伊就咱着爱无停的祈祷、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咱所定着旨意。这明明拄啊开始吼，转调啊，一个吼，恁着爱靠主，过来回去讲，恁着爱靠主常常喜乐。我搁讲，恁着爱喜乐，当互众人知影，恁谦逊的心。主已经尽了，因咱着爱一无挂虑，咱着爱照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咱所要爱的甲上帝讲，上帝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伫基督耶稣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我相信我真短短的讲解，会对圣经的内底，搁咱兄弟互相
特别伫咱即半年，对顶年开始，咱教会经历，我咧相信，咱也有拄着侪点菜咱的兄弟，伫即个当中，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也有受侪，我相信，伫即个机会，咱来若有迄个感动，咱就用主来分享，咱就用咱兄弟来分享，感谢上帝。咱若知，咱有我当时咧看遮个花，咱知影咱遮姊妹兄弟伫遮咧献上因的花，咱是伊的创物主。有人咧甲插，有人咧甲拣，有人着当然伊若感觉好，你若感觉照你的所水爱着话，咱甲插出来了，伊是毋是真水？迄著是咧感谢，互咱众人看着，感觉即就真欢喜。所以当咱伫上帝面前，咱若领上即个积分，咱透过咱的分享，我坦白讲，我有邀请的时，有人拒绝，无要紧，我是咧感觉咱礼拜是一个真轻松，毋是讲爱啥物人讲，啥物人无讲，毋免安尼。你若有感动，你著讲。我想一年之间，咱还感动真济，咱当吟一个歌，啥拢真好。咱的时间会当留咱的兄弟。我真感谢上帝，互我今年2月时阵我确诊啦。我本来是讲确诊是足痛苦的代志，不过我确诊了我感觉比我去注迄个预防针的迄个后遗症更较轻松啦。本来是心里非常的恐怖，咱礼拜堂的兄弟对我足好，真侪人拍电话来甲我安慰，搁甲我报讲要去做啥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咱礼拜堂遮细平安，遮侪兄弟拢安尼足热心的，我嘛足感谢的。搁我的后生伫医生馆咧上班，伊要转去拢是爱一身躯洗到足清气，才敢转去。今日甲迄病昨日互阮2个孙拢无注射，毋过以后搁较人怎么讲都没有用啦。阮迄个孙女甲我叫转来，老大叫啊，搁叫老二啦，老二叫完传互妈妈搁传互爸爸。那我非常的烦恼是讲拢无注射，拢无注意，然后搁听迄个收音机讲，啥物囡仔若无注射会着啥病伊激动烦恼甲足感谢上帝互我2个孙拢来，虽然无注射，嘛是平安度过，无啥物后遗症，我非常的感恩呐。那我们是在这个小的教会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我会记得林文牧师快要走的时候，他有问我们一句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有爱心的那个教会？其实我觉得有的人拢做迄面互看，如果真侪兄弟拢偷做，暗做，我有当发现讲，迄根新的周报，就有人会去分。搁有种垃圾有人偷摕着去因兜，我会看，其实每一个兄弟拢有做，有的人做有看着，有人做无看着。所以像我昨来礼拜堂，我有看姜老师来大会，梁长老咧下骹咧布置咧光然后我就看这两本花盆，素颜姐拢甲伊重新跟以前都不一样，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教会是有很爱心的那个教会，我非常的感动，能够在这个教会做这一块。上重要一个代志就是讲，黄明义，因为星期五的时候黄明义赖我，他本来是做爱餐，他要煮那个煮汤的，结果他妈妈临时入院心脏病入院。然后他说他不能煮了，然后已经反复然后我要找臭行政，然后一直找无伊，结
果我会知来看伊素琴这拢煮好，本来是王明义要煮的，我也无甲素琴这讲叫伊煮，伊嘛是煮来。所以我感觉讲，咱这个礼拜堂吼，就感谢来就热心，我非常的感谢上帝，让我们礼拜堂虽然很小，人很少，可是大家都很热心，献上我的感恩，阿门。咱真好吼，好像咱的付出，咱的学老，真正讲伊咧学老咱的兄弟，咱就是咧学老上帝。咱咧感谢咱嘛是咧感谢上帝。咱伫行代志，咱会当感谢，甲学老上帝就赐咱侪福气，较平安。你的正手就要有长尾烧，你的倒手就要有尊贵甲好业。问咱有感动的，咱就继续。互我比上困难就是事情，
确诊囡仔发生，所以一切拢拄爱感谢，爱感谢，激动感谢。我想咱伫疫情的中间吼，伫一年咱真诶拄着这吼，逐个人的经历拢无共吼，但是我相信咱透过圣经甲咱讲吼，咱的事故上帝拢互咱啊，担当咱会当担的，因为伊少年咱是土粉吼，所以咱的头毛主拢算袂，所以伊知影咱的环境啥啥，所以咱若伫遮，咱若祈祷上帝，咱就会当得到平安吼。好，咱毋知影佫有人。无要紧，我咧想咱来唱即个感谢主吼，因为我咧想咱感谢咱有个人，咱用诗歌，共款伫即个时，咱用诗歌甲上帝感谢吼，咱也会当替咱的教会祈祷，会当有咱的心，互咱教会伫遮无牧者的中间，咱有缘平平属着上帝的事吼。我想对日出到日落。对春天到冬秋，你的恩典若活水江河，搁听咱保守来看顾。对艰苦到安息，对跋倒到坚固。好，好来。对日出到日落。春天到冬秋，恩典啊，我做的江河，可听咱保守来看顾，对艰苦到安息。不变的伴照，引带我心事无感忧，对你头感照，有欢喜有悲伤，你的心阮若苦受得最好。可想所人生的流流，对失意到日子，对日出到日落，你的灵魂若搁变的伴照。引带我心心无动摇，感谢主你所的路，尤其是伫患难中，感谢主你的看顾，是好，无要紧，互咱唱一遍就好吼。咱时间也要差不多，伫遮我也要做最后的分享吼。我相信伫咱教会伫即半年当中，伫今年头甲即马，咱的经历是真多吼。包括咱的侍奉，咱的侪咱教会，咱看到教会，虽然伫无牧者，上帝的临在，圣灵的引带。有缘伫咱的当中吼，我感觉讲，所以咱会拄着，咱拢毋知咱明仔载安怎，咱嘛毋知咱的教会会当面情安怎，但我相信上帝知，咱也毋免烦恼。我相信咱伫教会礼拜是轻松，是活泼，吼，毋是讲咱来看啥物人看啥物，迄拢无重要，因为上帝。伫咱的中间，伫咱即个中间内底，咱来看见咱对咱的
足侪咱外来的讲员，有哪礼拜三拢会甲我讲，伊讲咱的教会气氛袂输大型教会。我相信这绝对毋是某一个人伫遮会当做成的。透过上帝怜悯兄弟的侍奉，咱来看下咱教会周末有啥物人伫遮咧做事工，啥物人伫遮做事工。这个不是一个人说的算，也不是一个人有办法去完整。咱透过同心合意伫上帝教会，一个牧者伫咱当中来做工，临在伫咱的当中。虽然我嘛毋知影讲，我有即个机会徛伫即个讲台，这伫我一生内底我毋捌想过。但是咱有迄个感动，咱知影讲，咱的时间有限，我毋知影我明仔载安怎。所以咱讲哦，我上帝，你让我知道我的终身，我的年终如何？我定咧讲，你若互我知影我的一生会当安怎的时候，咱会当做侪工。我莫讲咱即摆咧斗尿茶啊，咱咧换器官咧啥，咱咧三轮椅才来想要做工，才来想要分享，毋是袂歹，迄进前佫较有力。咱着爱趁做今仔日的事，做成上帝工。我想咱嘛会当透过查经，虽然人数无多，我嘛毋知我有迄个勇气，会当伫遮来带咱兄弟敬拜上帝。我知影吼，迄若讲毋对吼，若家己先甲我讲迄啥，咱要讲无讲无做无代志，做上帝无欢喜。但是咱透过咱的祈祷甲恳求，咱会看见兄弟特别伫遮来参与吼。后礼拜阮若是最后伫查经内底最后一遍吼，我咧想我会先甲结束，因为咱有5万，咱即马中集真5万有一个牧者会当伫咱的中间，咱会渐渐咧甲伊讨论吼，甲伊迄落。我毋知影咱的上帝是安怎，毋是每一个人，毋是中集，毋是啥，反正咱万民该做事，咱着好好啊，伫上帝面前来应答。所以伫后礼拜的查经，即礼拜啦，应该着即礼拜最后一遍的拜五查经吼，我着想会结束会暂停，咱的5万有新的牧者伫明年度后生，看有啥物新的计划，互伊一个完整伫遮，我会当讲来相迄落。阮透过咱的兄弟的迄落咱教会，咱有看见，咱共款咱讲道，逐礼拜咱也真丰富的。我拢真要求中牧者，你爱互我啥物资料，互我啥物资料，咱就会当事先。你要为事也好，互你会知影咱的道理是啥。即拢伫内底，上帝透过圣灵感动，互咱兄弟有即种知识，会当做诚知。诚侪兄弟伫暗中，讲你这爱安怎，你这爱安怎，即个安怎，即个安怎。咱若透过侪伫遮兄弟的关心。是无止站，因为咱有咧关心，上帝就一定甲咱回应。所以透过咱的侍奉，所以像咱今仔日的感恩礼拜，咱嘛会当讲，大家相安无事，咱叫一个牧师来讲道，咱会当真轻松。但是我是感觉这是咱要甲上帝感谢，互咱知影，伫咱会当经过这不容易。咱今仔会当坐伫咱的教会，咱来感谢咱的历代。做咱的属灵的长辈，咱的牧者，伫遮来付出，伫遮来拍拼。当咱一拍火时，咱拢爱互相有迄个心来坚固即个教会。所以我咧想吼，咱拢互相伫遮。事实伫即半个当中，我的作物嘛真多，但是我拢伫感谢内底来经过，因为真无简单吼。我嘛毋知讲教会因咱的无牧者，咱就需要有人爱来担即个，若透过兄弟中集，吼，若要讲起来，中集也真大，会花真大的激励，互咱看着中集，咱毋管咱的教会应该有较好的品质的礼拜，或者咱的投入，吼，所以伫遮咱拢咧付出。我若听着咱的长老讲，咱的长老，即任做了，我无法度搁做，我袂使搁做，因为咱的教会拢讲，
拢恁长老安怎？我相信咱的教会若讲，拢长老安怎，咱无要紧，咱就甲即批长老甲换掉，互别个兄弟来做。但是我拢甲因讲吼，这就是魔鬼爱咱教会伫遮，拢无人要做，拢逐个重担真大，拢伊看。我相信伫咱遮拢咧经历上帝的吞忍甲临在吼，上帝嘛是真容忍咱的软正甲软弱，所以伫即个当中，咱就会当每一个人拢徛出来，真感谢。所以我若要讲我即几个月吼，我有卖2间厝，搁买1间厝，我也要搬厝，我土城因我甲卖掉，这拢毋是我会当。我的路障内底预算，嘛毋知我会拍算，我拢无咧算，我嘛无咧迄落。但是瞬间我感觉就这样。所以，若拄我若搬好，我即两礼拜我拢要搬哦，较早左右我拢咧搬。明仔载是最后的进程，时啊个了，我就会当拢搬好势。若毋愿搬好势，咱则邀请兄弟来。逐个会当就像去文龙兄来甲祝福、甲祝福共款，吼。若有迄个机会，咱就会当搁斗阵伫遮来感谢主。咱若看见伫咱教会搁来咱的布置啥，我就听见咱的所因这布置我讲，伊有法度安尼用规日精力，伊电脑有法度规工拢无法度倒顶着安怎。咱就真感动讲，咱教会做，咱看无着。我咧相信，迄毋是一两分钟就会当做出来。咱知影，迄个律数，迄就是咱伫圣经内底，咱毋是像咱一般咱的生活里面来讲，迄个律数就是咱的更新，咱的生命更新。圆圈就是咱的，会当长长久久、圆圆满满迄种感觉，吼。所以咱的盼望，咱今仔日的布置，咱礼拜煞，咱斗阵用餐，用餐是。毋是讲无重要，上重要是咱的交陪，咱伫上帝面前，伫上帝的感谢甲付出，因为透过这，咱阁会当互相。所以我也要分享伫即礼拜、顶礼拜阮所查经的，伊讲不要让虚假跟谎言，让虚假跟谎言离开我，毋好我讲白贼，嘛毋好互虚假离开我。就在我未死以前，让我知道。所以伫腓立比，更加讲着来讲，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你怎么处饱足，怎么处饥饿，你有春还是无够药，我拢学了一个秘诀，我都学了一个秘诀。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事事拢会。好，我希望咱伫遮，咱阁有一个咱兄弟要甲咱分享吼，咱真诶来，咱请咱诶兄弟。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不会，我简单讲一下哈，最近我女儿那个生娃娃了，因为她预产期本来是在昨天呐，她提早，她17号那天呢，她就去产检了哈，她就问医生说，那你们要继续等，还是要提早2天，提早先催生？那我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继续等，因为那个预产期快到了嘛哈，所以她就想说，那先让她抱在怀里比较放心啊，就先催生好了，提早2天催生。后来好吧，就这样决定了，那就先住院了，17号就先住院了。喂。那17号就开始住院了，就开始办手续，就住院。那天下午他开始打催生，催生没有那么快，他要6到7个小时才会有动静。到下午傍晚的时候，突然间我女婿赖给我跟我先生说，婴儿的那个什么心跳声变慢了，我都吓到了，很紧张，说怎么办？那是怎么回事？那医生后来说，我女婿说会不会是那个什么脐带绕颈？我真的好紧张，我很害怕，说怎么办？万一有什么危险，小孩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对啊，我就一直祷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女婿又赖过来说，像
谢主，然后到我女儿也听到牧师，而且我女儿她有一点脊椎侧弯，那时候我很担心说，她生的时候脊椎会不会怎么样？如果自然生的话，那个脊椎会不会受到影响？后来上帝用这种方式来让她开刀生，就不会伤到脊椎了，就非常感谢主，这是主的安排，对，非常感谢主，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非常感谢主的事情，谢谢，谢谢。我是今日是要我所想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伊的报想。伊咧讲时代绕境嘛阮的大汉嘛是共款我的大汉要出世的时，当时咱拢做也阁很年轻嘛唔知影，那时候又没有像这种那么个，那我迄当阁足无用无法度迄落。医生就甲阮师傅讲你毋免做运动你咧绕境咧顶袂坏，不用运动所以我想所以阮囝我就讲伊坐咧出世，伊毋是倒咧出世伊是颠倒所以我讲上帝伫每一个人的造物拢真奇妙咱拢无咱毋是像这拢对因仔来讲，这就是毋是真正常的方式，但是上帝拢有安保守毋知还有人要讲无？无咱就要来结束。我想，遮咱阁强调咱真诶感谢上帝，所以无咧甲咱家己看轻，无咧甲咱家己教会看作微细，因为哈巴古书安尼讲，虽然无花果树怎么样，无要结果，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也不效力但是呢，上帝呢，同款伊拢咧照顾咱。我们是靠耶和华，咱是靠耶和华，那我们要因耶和华，同款咱要欢喜快乐。伊要互咱的脚行伫至悬的所在，咱像木落的地，行伫至悬的所在那个是一个很危险，但是它是一个很至悬的所在，是咱要弄。所以我想透过这咱兄弟伫这感恩节的礼拜，咱阁对上帝献上咱的感谢。咱阁一遍阿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得着主你的怜悯甲祝福，伫阮教会的兄弟经历伫一年每一天来感谢，对年头甲年尾，你拢一直保护，一天一天照顾，你赐了稳定，阮的路径拢滴了自由。当阮回忆过去的时，有当时阮毋知伫迄个情况，阮是安怎来度过，但阮又安要感谢。主，你伫阮每一个人的当中是了稳定，无论伫阮的家庭、阮的个人、伫阮的工作、伫阮的事业、伫阮足侪的事面，主你拢甲阮管顾，特别伫阮教会，你也差遣济的使者保护兄弟同心合意，伫咧教会保守家己，献出因的时间甲金钱，因的祈祷，伫遮的当中，互阮教会。搁一遍感谢上帝你的临在，透过伫阮感恩的时，可会当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拢一遍搁一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即粒咱三个来吟回应的圣诗241首，圣诗241首，恁着感谢上主至大。恁着感谢上主至大，仁爱永远伫地。开义的门，互我困我，虔诚感谢献祭。咱三个起立来吟。你着感谢上主至大，仁爱永远伫地。天
谢。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济南执事甲玉洁执事来出现。咱三家去来念奉献的诗。谢谢。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咱今仔日要举行感恩，咱今仔日举行感恩节礼拜，有下校，咱大家要享用爱餐来感受主的疼，伫咱的当中，愿主祝福大家恩典满满，咱也真感谢秋妹执事来协助来订购吼。伫爱餐了后，咱有志咱要共做伙来布置迄个参与圣诞的布置，咱请娘长老有统筹规划，所有这来合作。第二，后礼拜日11月27，讲道是陈玉志牧师，题目是感恩加表达。经文哥罗西书第3章15节到17节。第三，下礼拜11月27是大降节第一主日，期待希望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11月25拜五暗7点半，查经祈祷会，查经查考的经验是最后一章吼，第31章，咱欢迎兄姐来参加。第五，咱本会咱订购的2023年的月历，咱放伫招待处遐，要赠送每一个会友，咱欢迎家己来客，求主祝福，伫2023年大家恩典满溢。再来，咱来看左手边的部分，主的活动做上午10点，主日练唱圣歌队，上午8点半，拜五查经祈祷会，下晡7点半。查经祈祷会要读的中节箴言31章。再来圣讲事项的部分，今仔日是今仔日交代是谢总姐甲尤来兄，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有对调吼是游兰姐。后礼拜讲道陈一志牧师，书会是济南执事。苏琴是秀文老师，领唱是于阳兄，出现是秋妹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文龙兄甲现忠兄，插花是杨长老，清扫是明义长老。顶周人数甲方面的统计部分，有出入的，咱较向迄个处纳日，我本人也是秋妹执事来更正。过来，咱来看正手边下面。本周金句的部分，我读一遍，咱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既然有穿水的，拢着学乐摇花，为着学乐摇花。来，咱做伙来读。既然有穿水的，拢着学乐摇花。6节，那边咱来
佮互相这个吼，咱来互因请安问好。即点咱敢若吟上行390首，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阿罗天父万福本源，权能极大，仁爱昭彰。阿罗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全。咱三个起立来吟。阿罗天父万福本源，权能极大，仁爱昭彰。阿罗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全。阿罗相信暗化罪孽，上主领着阮的心。阿罗圣悲圣教圣心，三位一体，一生一世。阿门。叫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愿妖法祝福保护咱，使咱平安。愿妖法所保咱，使咱福气。愿主耶稣基督有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咱众兄弟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免。阿门。请坐，列岛闭会。啊，看，你看窗面安怎用？甲窗面看窗面。